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四眼仔 AI 足球分析，我係四眼仔。我呢條 channel 主要係分享 AI 分析網絡上面嘅球賽往績數據，去模擬球賽結果。如果覺得內容有趣嘅話，就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。唔講咁多，我哋馬上開始。德國盃8強會上演一場強弱懸殊嘅對決，由德甲班霸利華古遜喺主場拜爾球場迎戰身處護級邊緣嘅聖保利。首先睇下主隊利華古遜，佢哋最近已經氣勢回勇，各項賽事攞到3連勝，包括上輪聯賽3-1擊敗法蘭克福。依家球隊士氣爆燈，主教練曉文亦都好明確表示，德國盃係佢哋今季最想攞嘅獎盃之一。喺主場拜爾球場，佢哋嘅壓迫力極強，場均控球率接近56%。基本上聖保利今場好難攞到控球權。再睇下作客嘅聖保利，佢哋喺德甲排緊第17位，陷於降班邊緣，聯賽已經連續連輸7場。不過足球係圓嘅，聖保利喺聯賽雖然表現不濟，但喺德國盃就變咗另一隊波。之前2圈先後踢走咗賀芬咸同慕遜加柏，證明佢哋喺單場淘汰賽好有心得。為咗加強火力，聖保利啱啱簽咗日職前鋒袁大志，希望呢位高大前鋒可以喺反擊入面幫到手。不過聖保利嘅防線始終係隱憂，近排失波率偏高，對住利華古遜呢種級數嘅進攻壓力會非常大。模擬結果顯示，賽果會係利華古遜獲勝，大勝2球或以上嘅機率都有接近45%。考慮到利華古遜喺杯賽場均入3球以上，加上聖保利防守不穩，入球趨勢會係2.5，3球以上嘅機率係非常高，有成65%。AC 米蘭喺呢個球季表現出驚人嘅穩定性，22場聯賽淨係輸咗1場，目前47分排第2位。雖然喺最近一輪聯賽中同羅馬打和，但米蘭喺客場展現咗強大嘅統治力。今季至今客場保持11場不敗，場均入球高達1.64球，失球只係0.73球。反觀博洛尼亞，呢支球隊正處於一個矛盾嘅階段。佢哋雖然喺歐霸盃中表現出色，成功晉級淘汰賽，但係喺意甲就遭遇到低潮。自12月中以嚟，博洛尼亞嘅勝率顯著下降，最近5場比賽只係贏咗1場，而且係對熱那亞喺領先2球嘅情況下被反擊。AC 米蘭陣容方面，龍門麥治蘭停賽缺陣，前場首席射手佩列石同翼鋒沙利麥卡斯都有傷踢唔到。拉菲利亞奧雖然喺大名單，但佢受恥骨痛呢個傷患困擾，狀態最多得5成。博洛尼亞方面，主力龍門史高比斯基同樣停賽，中堅核心盧古米都缺陣。模擬結果顯示 AC 米蘭勝率達到40%，優勢指數為減0.5。考慮到米蘭冇咗麥治蘭同佩列石，呢個讓步其實好險。加上博洛尼亞同樣冇咗正選龍門，預測呢場比數會係1-1或者0-1，而入球趨勢為2.5球以下。西乙球隊阿爾巴塞特主場挑戰衛冕冠軍巴塞隆拿。阿爾巴塞特喺上一輪爆冷擊敗皇家馬德里，成為咗本屆賽事最大嘅黑馬。佢哋目前喺國王盃射入咗10球，僅失5球，而且已經連續4輪淘汰咗更高規格嘅對手。比丹古係球隊嘅靈魂，佢喺對陣皇馬時展現咗佢嘅終結能力。巴塞隆拿目前55分領跑西甲，而且球隊正處於4連勝嘅軌道上。然而，核心翼鋒拉芬拿嘅缺陣係一個重大打擊。根據隊醫報告，拉芬拿因右腿肌肉拉傷，將要休息1個星期，確定缺席此戰。好彩嘅喺曼聯借將華舒福係巴塞隆拿狀態出色，佢喺對陣艾爾切嘅比賽中後備上陣並取得入球。今仗預計將會正選登場。模擬結果顯示，巴塞勝率為64%。由於阿爾巴塞特主場死守反擊極強，同時巴塞作客通常只係小勝，所以阿爾巴塞特優勢指數為加2.0、2.5。國王盃單場淘汰賽性質，加上主隊會用粗野攔截去阻止巴塞進攻，攞派機率極大。模型預測本場球賽罰派多過3.5張，為78%。阿仙奴首回合客場贏3-2，拎住1球優勢返主場。歷史話你知，首回合客勝嘅隊伍94%機會晉級，車仔要翻盤難度極高。喺酋長球場，阿仙奴有更明顯嘅優勢。
近3次主場對車路士全勝，總比數係懸殊嘅9-1。數據亦顯示喺聯賽盃準決賽歷史入面，首回合客場取勝嘅球隊，最終只有2次被逆轉淘汰，分別係1971至72年嘅韋斯咸同1986至87年嘅熱刺。呢啲歷史數據都為阿仙奴晉級提供咗好強嘅支持。兵工廠雖然美連奴傷咗，薩卡受傷又未必打得正選，但係基奧基尼斯今季入波停不了，已經攻入咗11球。佢嘅禁區衝擊力同頭槌係阿仙奴破局利器。而藍戰士方面，拜洛基登斯亦因傷休戰，進攻重任會落喺加拿祖身上。呢位阿根廷翼鋒可以話係聯賽盃專家，近6場聯賽盃貢獻咗10個入球、7入球、3助攻。首回合後備入替，更加梅開2度。模擬結果顯示，阿仙奴喺90分鐘贏波嘅機會最大。值得留意嘅係，平局概率都有22%，而和波已經足夠令阿仙奴晉級決賽。車路士一定要進攻先有機反超。比賽後半段節奏會變得好開放，預計會有唔少入波。模擬預測入球趨勢為2.5， 3球以上。同時，阿仙奴主場壓迫戰術會製造大量邊路傳中，角球數一向唔少。角球趨勢預測為8.5球以上。以下係模擬預測總會表，大家最有興趣係邊一場呢？我本身就係 AC 米蘭嘅球迷，當然會支持米蘭啦。不過倫敦打比又好吸引，睇嚟我會雙開睇呢2場波。你哋又會想睇邊場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如果覺得條片唔錯嘅話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有你哋嘅 share 先會有更多人知呢條 channel。記得撳埋個小鈴鐺，一有新片就即刻通知你哋。我係四眼仔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